初五开市迎财神，中华鹿港的福德寺是绕境祈福，是有老热的素兰镇、德牛镇，阁有学生囡仔组成的好爷镇，保庇各行各业开工顺利。 乐鼓声闹热滚滚，学生仔扮做古水的虎仔造型，跟虎爷桥伫工场内祈福。正月初五伫民间习俗是迎财神的日子，中华鹿港福德寺举办迎财神绕境活动，有素兰镇、德牛镇、西镇、济镇头闹热气场。其中上城人目的，就是学生仔组成的虎爷镇。我们会把轿子扛起来，祈大喊“发财啦，发财啦”，也会送一些祝福给大家。轿子其实很重，但是我们大家会互相加油，互相鼓励。好爷的意思，用台语来讲就是好爷，嘛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大汉钱安尼。庙方表示，虎爷伫民间信仰内底有招财、加钱、守护的意思，因逐年拢会举办迎财神的活动，祈求国泰民安、各行各业开工顺利。到今已经有780年的历史咯，嘛和在地学校合作，互学生办做古水的虎爷镇，沿路绕境祈福。福德寺邀请来担任这虎爷出巡的时阵跟叫这样子的角色，一方面认识我们这样子的文化活动、宗教活动，一方面因嘛变成后面传承的一代。过年哦，就是爱为虎爷留咧，咱鹿港虎爷就是主要就是要招财立彩，就是迎财神安尼。庙方表示，正月初五虎爷镇迎财神已经是地方重要的年节活动。虎爷出巡绕境，除了要祈福树财，嘛望透过少年辈的参与，互传统信仰文化的党代代相传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